大家好啊！我今日嚟咗澳門新濠天地摩帕斯酒店食佢哋嘅午餐。咁呢間餐廳就叫做風雅廚，位於摩帕斯酒店3樓。我哋預先上網 booking 買咗佢哋嘅午餐，一齊睇下有咩食啊！午餐包括一杯飲品，咁我哋就揀咗呢杯玫瑰無酒精飲品，酸酸味味，幾好飲。咁我哋一坐低冇幾耐，侍應好細心就拎咗一盤意大利番茄麵包，再配埋薯蓉，煙煙韌韌個麵包幾好味。食咗個侍應仲問你愛唔愛，可以免費 refill 多次。跟住再嚟就有煙燻三文魚配小蘿蔔，個蘿蔔甜甜酸酸，再配埋三文魚口感嫩滑，味道一流。跟住再嚟個法式煎鴨肝，再配乾邑鴨清湯。呢個湯配咗乾邑，一啲都唔油膩。個主菜我哋就嗌咗美國安格斯牛扒，咁呢度就用炭燒製作嘅。咁我哋聽個侍應提議我哋3成熟，咁得出嚟又唔錯喎。炭燒3成熟，食起嚟咁個口感真係好嫩滑，肉質好鮮嫩。之前我一路對呢個安格斯牛扒麻麻地嘅，都改觀咗啦。咁我哋一共3個人嚟食，咁嗌咗3個套餐，2個愛牛扒，1個就揀咗呢一個嘅龍蝦汁帶子意粉。意粉雖然餐廳自家製，但係比較硬身，我就中意比較腍啲。如果中意食硬身啲、煙煙韌韌嘅人士就啱啦。之後我哋再食埋焦糖雞蛋布甸。個布甸口感嫩滑，唔錯，好味。行咗一陣，我哋再試埋摩帕斯酒廊下午茶雙人套餐。呢度個裝修俾我種網絡佈置嘅感覺。咁個下午茶套餐除咗有3層 tea set 之外，仲包2杯飲品。如果額外1位顧客，就要另外再嗌多款飲品啦。咁我哋可以揀咖啡或者1杯無酒精飲品。好啦，等咗一陣，個下午茶終於嚟啦。個職員仲好細心介紹佢哋嘅下午茶。介紹一下，第一層是中式點心，第2層是甜品，第3層是鹹的三文治。這邊是蘑菇雞皮、海鮮糖果酥、9層塔火鴨酥，然後這個鹼水餃，這個33%的白巧克力，下面就這個是柚子味道的，然後這個紅箱子巧克力的，那個是核桃巧克力，那邊是熱情果的、芒果的芝士蛋糕，然後那邊是巧克力，也是巧克力味道的，然後這邊是黑松露蘑菇三文治，這邊是蟹肉的，這邊是煙燻三文魚子醬，那個是火腿芝士，這2個鬆餅。個套餐一共有13款甜品。首先嚟一杯凍朱古力咖啡，呢一杯就加咗忌廉喺面頭嘅。朱古力同咖啡嘅比例調校得恰到好處，呢一杯係我嘅至愛。另外再嚟一杯無酒精飲品 Mocktail 青檸蘋果汁。呢度嘅西式下午茶混合咗中式點心，等我試下佢哋嘅叉燒酥，切開都幾多餡料喎。呢度啲點心賣相都幾精緻。第一層係中式點心，中間嗰層就係甜點，而最低嗰層就係三文治。大家睇到畫面呢一款就叫做蘿蔔絲酥餅，好鬆化，好食。另外啲甜點都唔錯。而三文治啲麵包就比較冇咁鬆軟硬身。呢一度除咗飲品唔錯之外，嗰啲撻類點心都整得幾精緻，好有節日氣氛。放假或者節日約埋3、5知己或者屋企人嚟呢度嘆下茶，食下點心，感覺都幾悠閒，唔錯。大家都可以嚟呢度試下。Hello，我哋 cheers 啦，喂 ，cheers。多謝。先啦，都未有嘢飲。耶！